南投埔里朱仔山绿色照护站，伫个老树公园起基这个街条，互长辈时代，逐工来到这个公园，拢有鸡来做伴，身心更加健康。 埔里镇朱仔山社区发展协会得到第2届全国金牌农村社区，即摆要起一间5000级的鸡寮，就来结合农村生态以及食农教育，要有社区的长照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个食农教育，在友善空间的环境底下，让鸡可以有适度的空间活动，然后可以有很好的栖息的场地。 地主表示讲，因为长期甲社区的互动真好，听到社区要设绿色照顾站需要一个活动的场所，都将老树公园提供给社区使用。在发展的时阵因为找一个场地，给这老会来大家可以观摩，可以做什么包括种药草，做什么养鸡。期待朱仔山社区绿色照顾站，和老大人逐工来老树公园饲鸡、捡鸡卵，透过动物的陪伴，让因的身心会使更加健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